香港簡樸房條例2026年3月已經生效，好多業主都問，究竟我間房要點改先合規？今日我用3分鐘逐條同你講清楚8個最低標準。第一，面積，每個分間單位嘅內部樓面面積唔可以少過8平方米，即係大約86平方尺。記住，係每個單位獨立計，包含洗手間，唔係成間加埋。劃重點，要求係內部樓面面積。第二，高度，由地板到天花板，淨高最少要2.3米，如果有橫底最少要2米。好多舊樓有橫，要留意。第三，消防安全，如果保留原有入口防火門，走廊闊度須不少於0.75米，如果拆除或防火門不達標，走廊闊度須不少於1.05米。每個單位同埋公共用地方都要裝獨立嘅火警偵測器，千祈唔好慳。仲有，除咗單梯樓宇之外，簡樸房嘅位置必須可以通去至少2條或者更多嘅出口樓梯，確保火警時有多條逃生路線。第四，荷載，你家嘅每一道牆、每一個廁所、每一寸地台都有重量，呢啲重量全部會壓落樓板同旺道。如果加得太多，超出咗樓板原本嘅設計承載力，就會有結構安全風險，甚至影響成棟樓。因此，需要由專業人士對你間屋進行結構評估，確保改裝之後安全穩固，咁先可以拎到簡樸房認證。第五，獨立廁所，每個單位要有自己嘅廁所，唔可以共用。地台同牆身要鋪防水層，防止滲漏。防水好重要，萬一漏水，樓下投訴，你就要成個廁所拆過嚟做。第六，除咗獨立廁所，仲有一個容易忽略嘅要求，每個分間單位嘅廁所以外，須設有獨立嘅供水點同洗滌盤，用嚟煮食同清潔。咁做係為咗確保衛生，避免將廁所嘅用水同煮食用水混埋一齊。第七，每個單位最少要有一扇可開啟嘅窗，玻璃面積唔可以細過0.1平方米，而且要對住室外，對住室內嘅假窗唔計㗎，一定要有新鮮空氣入到嚟，仲要裝人工照明系統同埋機械通風設施，每小時要換氣至少5次。如果廁所冇窗，即係黑廁，都要有裝機械通風。每個單位要裝獨立水表同電表，要用反水務署同電力公司嘅標準表，唔可以亂裝。以上8個標準係簡樸房認證最基本嘅要求。我哋係指明專業人士團隊，專做簡樸房認證。如果你想做認證，或者唔肯定自己間單位合唔合格，歡迎揾我哋諮詢。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有需要嘅朋友。下次見。